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12月1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80篇第1节到第7节，17节到19节，撒迦利亚书14章第1节到第9节，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第1节到18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盼望。台湾的大选还剩下40多天，时常在过去的选举中被提起的一句话，人人有盼望，个个没有把握。我们想，我们真的有盼望吗？对于基督徒而言，盼望是上帝所赐给世人最大的恩典之一。特别是当我们在遇见这种困境的当中，也就如同以西结书37章他所描绘的那个情境，当上帝的应许要实现的时候，人们的盼望就要如同在尸骨当中长出肉来，长出筋来，也要长出皮来，成为有血有肉的活人。所以我们知道世人的盼望是出于上帝，是在于圣灵，是因为基督的关系。我们不再那个凭任着自己的能力，对于死亡亡国被掳的以色列人来说，他们所感受到的是那种没有盼望的日子。因为就如同撒迦利亚先知所预言有关于耶路撒冷以及列国的事，圣经这样说，上主坐下审判的日子快到了，那时耶路撒冷将被掳掠，人要在你们眼前分赃，上主要聚集所有国家和耶路撒冷来冷战，城要被占领，房屋要被洗劫，妇女被强奸，半数的居民要被掳，残余的人要留在城里，然后上主要出去与那些国家征战，像以往一样。在那一天，他要站在耶路撒冷东边的橄榄山上，橄榄山将被一个大山谷从东到西隔成两半，半边的山向北移，另外一边向南移。你们要奔逃，经过这山谷，这山谷穿过山，延伸到另一边去。你们会逃跑，像你们的祖先在犹大王乌西雅的时代逃避大地震一样。然后上主我的上帝要来临，带着所有的天使一起来。在那天不再有寒冷严霜，也没有黑暗，永远是白昼，即使夜间也像白天光亮。这是要在什么时候发生，只有上主知道。在那天将有活水从耶路撒冷流出来，一半流到死海，一半流到地中海。这水川流不息，旱季雨季都一样。上主要做全地的王，人人要承认他是独一无二的上主，他的名是唯一的名。无论是那些被掳的以色列人，
或是那一些留在犹太地的渔民，都成了没有盼望的人。就如同先知撒迦利亚所说的，上主坐下审判的日子快到了，那时耶路撒冷将被掳掠，人要在你们眼前分赃，上主要聚集所有的国家和耶路撒冷征战，城要被占领，房屋要被洗劫，妇女要被强奸，半数的居民要被掳，残余的人要留在城里。这样的情景很像不久之前发生在以色列的哈马斯攻击的事件上，就发生类似的这样的情况，有人被杀，有妇女被凌辱，有人被掳去。或许对我们这一些在距离遥远的人的国家没有什么感觉，但是对于在犹太地的以色列人来讲，却是感受深刻。就如同许多住在国外的台湾人，对于我们在国际上没有国家地位的台湾，有强烈的祖国认同以及台湾国家地位的认同。因为在国外时常会受到歧视，遇到我们因为没有其他国家认可的国际地位而遭受打压，那样的危机感使得台湾人就如同被灭被掳的以色列人民一样，有时会失去盼望。但是许多旅外的台湾人却也与以色列人一样，在生活上面相当的有韧性，在国际上时常能够赢得极高的肯定。如同台美人在这个是根据的调查啦，台美人在亚裔的移民当中呢，被认为普遍上学历最高，就业呢也都相当有成就。那更重要的是，大多数的这些台湾移民对台湾非常有认同感，也非常喜欢对台湾做一些有益的事，帮助提升台湾在国际的地位。信仰其实也是如此，当我们必须愿意遵行上帝的旨意，对教会有热爱热情，让上帝喜爱我们的生活，那我们就可以活出一个有盼望的生活。保罗在写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书信当中写到，让上帝喜悦的生活。保罗这样说道，上帝所嘉许的生活。末了，弟兄姐妹们，你们已经从我们学到了怎样在生活上讨上帝的喜欢。其实你们一向都这样做。现在我们奉主耶稣的名劝勉你们，要求你们必须更加努力。你们都知道，我们借着主耶稣所教导你们的是什么。上帝的旨意是要你们圣洁，绝对没有淫乱的事。每一个人要晓得依照圣洁合宜的方法控制自己的身体，而不是凭着情欲，像不认识上帝的异教徒那样。在这种事上不可以有对不起同道或是占他便宜的行为。我们
已经向你们说过，警告过你们，主一定要惩罚那些犯这种过错的人。上帝选召我们，不是要我们生活在污秽中，而是要我们圣洁。所以那拒绝这种教导的，不是拒绝人，而是拒绝那赐圣灵给你们的上帝。关于彼此相爱的事，我用不着写信给你们讨论，上帝已经教导你们怎么样彼此相爱，而你们也照着这样的教导对待全马其顿所有的信徒。但弟兄姐妹们，我仍然要劝你们更加努力，立志安分守己，亲手做工来维持自己的生活，正像我们从前劝导你们的，好使你们得到非信徒的尊敬，也用不着依赖别人的恭敬。如同我们前面所谈过的，在绝境的当中，只有愿意自助的人才能活出盼望的生活，在绝望当中才能有真正的盼望。甚至在面对死亡的威胁的时候，保罗继续的劝勉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基督徒，他说：弟兄姐妹们，关于已经死了的人，我们希望你们知道一些事，免得你们忧伤，像那些没有盼望的人。我们相信耶稣死而复活，所以相信上帝也要把那些已经死了的信徒和耶稣一起带去。我们现在照主的教导告诉你们，我们这些在主里再临的那一天还活着的人，不会比那些已经死了的人先跟主相会。因为主的命令一下，天使长一喊，上帝的号筒一响，主本身要从天降下。那时那些信基督已经死了的人要先复活，接着我们这些还活着的人要跟他们一样被提到云里，在空中跟主相会，从此我们就永远跟主在一起了。所以你们要用这些话彼此安慰。基督徒的盼望不但能够胜过所遇见的困难，对于死而言，基督徒更要有盼望。我们的死在信仰上来看，就像是睡着了，将来回到上帝的家里，就必须要再醒来，享受永恒的生命。这是基督徒永生的盼望，也因此基督徒就不会害怕，或是不应该害怕去谈论死亡这件事情。死亡反倒是一个基督徒蒙福之道以及盼望。诗篇80篇，以色列的牧者啊，你领约瑟的后代如领羊群一样，求你垂听我们。坐在基路伯宝座上的主啊，求你发出光来，在以法莲、便雅悯、马拿西前面，求你彰显你的大能，求你来救我们。上帝啊，求你复兴我们，求你显示慈爱，我们就能够得救。主上帝万军的统帅啊，我不拿你的子民的祷告要到几时呢？你使我们拿眼泪当饭吃，给我们喝一大杯的泪水。
你让邻国在我们的领土上征战，我们的仇敌任意愚弄我们。上帝万军的统帅啊，求你复兴我们，求你显示慈爱，我们就能得救。求你庇护你所建立的国家，保护你自己为自己所拣选的子民，我们绝对不再背离你。你让我们存活，我们就颂赞你。谢谢上帝赐给我们盼望，无论我们遇到什么样的境况，我们都能够靠主而坚强，不会因为生活环境的变迁而感到生命起伏不定。在急难的当中靠主坚定，在困苦中坚定的依靠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